好多人問我澳門有咩必去酒吧，我覺得永利皇宮嘅永利吧絕對係首選。佢哋自從請咗嚟自英國嘅 Mark 嚟主理之後 ，cocktail 主題同質素都變得相當吸引。加上呢度以金色竹做主題嘅裝修，嚟到澳門記得要嚟啊！佢哋最近出咗新 menu， 主題叫 Unity， 每杯都係受到過去一年嚟到永利吧客座嘅酒吧啟發，主打將4種 classics 每款用3種唔同方法演繹。4種 classics 分別係 sours、stir、classics 同 alternatives。sours 系列係我覺得最特別嘅，呢杯 Manchester Tart 係受到 Mark 童年時喺曼徹斯特食開嘅 Manchester Tart 啟發，呢度有啲葡撻嘅味，好幾酸，幾好飲。最具換味係呢杯 Hand of God， 佢成隻蕉咁倒出嚟，其實係杯香蕉可可味嘅玻璃花 D.A， 靈感嚟自於阿根廷酒店 Chimonos， 個名即係上帝之手，飲落味道好濃郁。講到飲得舒服就係呢杯 Basil Smack， 靈感嚟自於米蘭嘅 Mobius， 佢用 Parmesan cheese 浸 gin， 加上 pesto 檸檬同羅勒葉，飲落好香 Basil 味之餘，酸甜平衡仲做得啱啱好，全晚飲都唔會漏。最後喺 Classics 入面要介紹呢杯 Not Quite a Penicillin， 佢係會加入咗廣東元素嘅 Penicillin twist。佢係聞落去係好勁嗰個 penicillin 煙燻味，但係飲落去佢落咗少少蠔油調味，幾好飲。如果飲晒成個 menu 嫌悶，可以同 Mark 玩翻個問答遊戲。Mark 會問你5條題目，根據答案特調一杯俾你，佢就沖咗呢杯俾我。Nice, I like this. Yeah. 大家下次澳門都記得嚟試下啊！